Taste of fat. 今日有7個板塊錄得升幅，而頭5大升幅板塊係地產建築、金融服務、能源、資源、消費服務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62個行業。今日地產發展大升6.0%，另外2個最大升幅行業，物業管理及代理上升2.2%，短視頻平台上升1.6%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有色金屬、保險、短視頻平台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貴金屬、公用運輸、航空服務。至於3日累積最大升幅行業，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再加上股票熱力圖，最好表現行業係地產發展、短視頻平台、有色金屬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最好表現行業係乳製品、貴金屬、公路及鐵路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消費商品、工業產品、能源、運輸、資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最大升幅板塊係地產建築，相關行業有地產發展、物業管理及代理、建築及裝修。第2大升幅板塊係消費服務，相關行業有餐飲、超市、百貨商城。第3大升幅板塊係能源，相關行業有石油及天然氣。第4大升幅板塊係金融服務，相關行業有證券、保險、銀行。第5大升幅板塊係資源，相關行業有有色金屬、新能源材料、化工產品。其餘嘅行業係短視頻平台、公路及鐵路、醫藥研發服務、服飾配件、煙酒、乳製品、醫療服務、服裝。Taste of Fat 第2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3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